就做一個 show。咁咧，但係如果你話要收齊晒四大才子嘅歌咧，有個難度。因為雖然呢位朋友咧，佢產量好多，有成千幾首歌喺香港樂壇，但係大部分咧都係幫人編曲嘅。佢親筆去寫嘅歌咧好少嘅，所以能夠儲到4首咧，4個人嘅歌咧，即係好似賭馬男咁樣，斷纜者迷，佢就係杜自持先生。咁我做過功課，喺香港能夠收齊晒呢嗰4個團體嘅作品嘅咧，就係有 Danny 陳百強先生。咁跟住落嚟咁所以我都算係好榮幸，能夠唱到阿九成嘅歌，我哋又聽聽佢嘅作品《世紀中曲》。